而家夏季5折嘅鋪頭，一個人都冇，有好多有趣嘅日本 T 恤，例如呢件啦。すいません、これないと泳げなくて，冇呢個水泡我就游唔到水嘅企鵝。跟住呢個唔知海獅，哇！我其實係人類嚟嘅，跟住喺條河度鳩吹。跟住呢個就係隻貓，話唔好意思，你今日幾時翻嚟啊？即係嗰啲貓奴嗰啲 T 恤。跟住呢個就話我一隻好短嘅腳嘅貓，同埋呢個就係我控制緊呢個人類嘅，指住就係你着件衫嗰個，啲貓奴會好中意嗰啲 T 恤。跟住呢個就扮個畫家，全部呢啲優秀作品咧，其實都係日本專門學校嗰啲學生設計嘅。2026年第14屆結果發表最有趣嗰啲 T 恤。跟住呢度有一家啲有興趣啲 message 就係話他人のお金で焼肉が食べたい，即係話我想用人哋啲錢嚟食燒肉。同埋呢件啦，話着咗個頭腦絕對會變得聰明嘅 T 恤，呢件港紙100蚊嘅，呢個都係咩？明日から本気出してします。同埋呢個伸びしろしかありません，呢個應該係話一定要做伸展啊，淨係可以做伸展，我只能夠做伸展啊。